后来镜头所等的台湾来看这个天气的状况。华南分河区山东平，加上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台南以北有11个县区拢有大雨特报。透早上低温伫咧台中的大甲12度7，讲明仔载雨就会较停，温度嘛小可回转来。但是到拜三的下半晡，阁有一波的锋面会来挖进，讲这种无稳定的天气，可能会一直延续到清明连假。早起出门，若毋是穿遐讲，恐惊鞋仔拢会湿，因为东北季风甲华南分河带所对东平的影响，中部以北甲东北部拢伫落雨。气象局针对台南以北有11个县市发布大雨的特报。这道方面，和中部以北的高温落到剩17、8度，透早气温伫台中的大甲12度7，桃园因为是12度8。明仔载方面减弱，雨地较回，日时高温会回升到25、27度。不过拜四又搁后一道方面接近，一直影响到礼拜，所以讲拜六开始的4天清明的连假有2天是伫落雨。周六、周日的这2天呢，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再加上有一些华南云雨区的东移所以说天气上面是稍微比较湿凉的。不过可以看到，在周一一直到周二，东北季风减弱了，然后在台湾附近的水汽也会比较减少一些，所以整体上面呢，就是以东半部有一些局部的降雨为主，那其他各地大致是多云到晴，气温也都会回升。虽然拜四这个冷空气为了不是真强，气温未降真济，不过雨同款会落。是讲清明连续假期后2天，希望会送予大家济云到好天的天气，袂去拍歹大家休困的好心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